鐵絲橋嘅前面，非常之小心啊！觀察一下。埋開步伐，非常之小心啊！行上一座鐵絲橋嘅上面。多謝呢位來賓嘅掛槍，祝你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非常之高難度。嘅繩絲咧，發現呢個彩雲就喺前邊嘅懸崖峭壁之上。咁啊，睇下呢個繩絲用咩方法去擲水啊！搖彩先啊！非常之好嘅功底。獅子咧用咩方法嚟落山咧？